陣間咧，有請各位主禮嘉賓喺我哋倒數3聲之後，一齊拉動手上面嘅絲帶，為我哋嘅聚寶盆注滿黃金，為基金凝聚更多資源。祝願大家金蛇獻瑞，喜慶盈門。深信呢，香港浸會大學基金喺各位嘅支持下呢，一定會再創佳績。再次多謝各位，多謝。咁喺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即係Time Vision 嗰個影響力排名咧，其中一個就有關即係聯合國嗰個 SDG 啊嘅可持續發展目標裏面第4項，咁就係第一項係有關優質教育嘅啫。咁第4項咧，我哋係全球排名第2，香港排名第1。咁呢個係值得驕傲嘅。去到2024嘅12月31號咧，捐款嘅總人數已經有19279人，而個總額咧連埋配對咧就係52億1900萬元。基金咧呢個財政嘅資源咧，有助咗我哋大學優化提升教育設施，推動創新科技研究，並且可以為學生提供更多海外學習以至內地學習嘅體驗機會，提升我哋大學嘅實力。